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，大家真关心，若是攻击到核能厂引起灾害，安尼代志就歹收煞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核好益核，核子的核，核能的核，第8条。读核，这是读文音，白音是核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核就是金马结巴流，就咱咧讲的牵核啦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白音读做核，又是讲果子水果内底籽，保护果仁确定这个外壳，像咱讲零经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牵核啦，就是淋巴发炎引起规个肿，也有发红。第二个词读做核能，这个意思就是核反应释放的能量，有核分裂，也有核融合这两款，释放出来能量真大，会当用伫咧发电或者是其他的动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，科学家发现制造牵核的鸟鼠，受到少量的毒气，肿瘤就会变较细粒。落尾发现到核能放射线会当消灭癌细胞，就安尼来研发抗癌药物，加做放射治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核，这是文音；白音读做核，也有另外一个白音读做核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